欢迎收看台湾商界，我是阿明。咱看到立法院伫咧临时会期间又搁起冲突啦。原本今仔日是要审查监察院长被提名人单局这个人事案啦吼，不过咱看到哪里加急动员爆发着激烈的这个肢体冲突啦吼。那么看到讲国民党立委占领着这个主席台，并且杀到这个发言台啦吼，单局是无法度上台来接受询问啦吼，差不多11点半就离开着立法院。那么看到国民党同款发出着拒绝政治的这个利益这个分割吼，退回监察院单局等等委员的这个提名吼，爱全民都徛出来。我看到讲，民众党是废除考试院甲监察院吼，嘛是爱退除这个提名这个名单啦吼。民进党是回应讲啥物呢？伊讲单局敢若国民党关6党的这个政治乌家吼，这单局自头到尾都无互司法判刑过，更加无被单核啦吼。看到哪里个这个冲突，咱看到讲这个提名人单局这个面册2度来铺文，伊讲啥呢？伊讲希望这个回归到议事这个正常这个定数啦吼，国会都要就事论事啦吼，随后甲本地要伫立法院这个书面资料铺伫咧网络顶面啊吼，伊强调啥物呢？伊望扮演着上尾一任这个监察院长的这个角色，这是咱讲节目第一部分咱们讨论。另外，同款嘛是临时会可能伫咧后礼拜都来讨论啥呢？都来讨论着国民参与着刑事审判法的这个草案啊吼。那么看到讲，民进党甲司法院这个草案上重就是讲这个参审制啦即阵是改名叫做国民法官法的这个草案啊不过，咱嘛看到讲在野党是话讲啥？看到讲这个国民党时代力量、民众党，伊讲过去民进党法是要参与着这个陪审制啦但是话甲真红声，但是即阵即阵了后，拢总推翻着家己的这个理念。咱嘛看到讲即阵这3个党在野党，伊是讲来挺陪审制啦若讲民进党你着卖我归去这个参审甲陪审2案来做伙啦6党以后才来决定讲啥物才是上适合的。那么讲到民进党伫咧国会是完全执政国会过半，在野党批评多数这个暴露啦那暴力啦那么讲到无要听在野党的这个声音，还有其他司法改革的这个团体声音，今日趁这个机会，咱做伙来讨论。就是在去立法院进行监察院的人事审查，国民党的立委透早4点就伫咧议场外口，7点甲玻璃弄破，冲入去议场占领主席台。那日伫咧议场门口发生真激烈的冲突，互相话休996。7点15分，当局伫咧真济警力甲立营立委的包围之下进入议场，但是因为不便人数破水，转过一届来引起冲突。立营质疑国民党的助理家己去现场拍人，吴秉瑞甲林维洲卡来手来已经拍起来。王定宇是3起用诱破，国民党立委费鸿泰正手挂着上老会，互送去台大病院急诊。但是国民党党团强调讲，会继续留在议场内底主动审查。打架不是我们的目的啊，我们要阻挡你，我们认为你不恰当，我们是少数，我们投票投输你，但是我要让社会民众都知道我们为什么反对。他最不恰当的位置就是监察院长。可是都已经讲好了。也让国民党的人从这边走，都已经走进去了，你怎么会从背后去推？要推民进党的委员，那个是很危险的动作。那日互相指控对手动手点落麻，民众党党团总调赖香莲等人是提报调用行去总统府递交陈情书，呼吁国会爱随启动修宪，轰炸监察院。时代力量是希望会当照审查定数来完毕。包括流血的这些事件，我们是觉得非常的沉重也遗憾整个朝野的对立这件事，就是因为总统的提名，造成国人哗然，造成政党之间的对立，没有办法来质询，我们觉得非常的遗憾。那如果国民党如果不会问的话，是不是可以把这些时间可以让给我们？再去国民党嘛动员号召500个民众伫咧群贤楼外口抗议，拒绝抽样退回提名。我们拒绝这样子的贪腐名单，我们拒绝监察院中产化。但局嘛伫咧人面前发文表示，已经伫咧立法院准备接受审查，希望各党团都会当回归议事的定数，伫咧国会内底就事论事，理性讨论。因为议场起用占领，原本定伫咧早起审查监察院被提名人完全停止，到中昼进前，当局都无法度上台报告。根据当局的书面报告指出，伊希望会当来做上下尾一任的监察院长，完成最后的任务了后，就会来公营离开。记者综合报道。
就咱看到这立法院临时会这个加急冲突啦吼，加急动员有这个冲突啦吼，其实咱嘛考虑到讲吼，这个立法院伫咧国会吼临时会期间，真正是爱安尼来处、安尼来创、安尼来舞嘛吼。咱今日先来邀请到咱3位来宾，第一位咱要邀请到公民监督国会联盟执行长张宏林。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咱邀请陪审团协会理事长郑文良。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第三位咱要邀请电台主持人陈在玲。主持人、各位台湾的主人，大家晚安，大家好。是哦，咱看到这个拿了加急动员吼，集体冲突，为着是啥咧？为着是这个监察院长吼，也是讲这个委员吼提名人然后真正拢是讲吼总统府提出来啊，但是这个拿赢吼先来占领到这个主席台，并且咧，啥物？甲这个发言台拢甲塞互倒，这敢是一个民主国家应该有的。当然啦，这对咱公道明的这角度来讲，当然感安尼是无稳准的哦。因为咱咧讲文明的国会内底正重要部分，当然希望咱的立法院、咱的审查的过程当中，是在这过程当中透明，互大家知影伊为什么无适当，咱感觉伊无为什么是贪腐，啊，你都要讲互清楚。因为咱照咱的制度来讲，当然啦，咱一方面咱感觉咱即马人事的审查制度无介理想，无理想的上大的原因就是时间伤短啦。阮拄好有开一个记者会哦。还是你可能较细，大家会使看到第8届、第9届、第10届哦，这个临时的审查拢差不多一礼拜。这个咱讲过程当中，当然这伤短啊啦。你讲，我要甲大家报告的部分是讲，以咱目前的这状况，咱即马这个通过这监察委员哦，不管伊是不是末代啦哦，伊通过了后，伊会使做6档。是。6档的意思是后一届总统更唔知影是啥，但是伊会使做6档哦，一个月19万的这个薪水哦，加起来一年要250万，6档要1500万，莫讲钱啦吼，就是伊的这个权利遮尔啊大，你当然应该好好该审查，所以对这种党，咱会感觉讲，伊应该甲这临时审查的制度应该互伊较好的。另外，这个部分是讲，国民党你安尼冲突是无效的吼，你爱了解法规吼，咱即卖法规除了是这个院长吼，伫院会咧咨询，对咱讲提出报告的部分是要求，伊爱有书面，甲人爱甲立法院。但是呢，对咱即马目前的法规内底，对临时的咱临时的这审查内底有一个正重要的部分，就是讲伊会使本人教，伊嘛会使用书面。所以你即马国民党你甲动无效啊，伊到时阵伊嘛是会使继续共款来投票，所以你应该爱听消息，即马爱去珍惜的这时间是应该即马有限的时间，你紧去该监督，紧去该咨询、该查、严审严查，你才有机会甲即寡伊无好的部分讲互大家知。咱讲即个责任政治的概念应该是，你上好是甲所有这候选人的部分，伊无好的部分，你都通讲互清楚。咱民众拢知影即寡问题。那即马民进党要护航，故意要甲投票，后摆伊就爱负政治的责任，伊毋是袂落来。咱台湾的政党轮替嘛3届啊，所以这才是咱讲到，咱政党政治应该是安尼的方法来行啦。但是咱即马最可惜，国民党若用安尼的方法，根本大家都唔知影到底陈菊为什么不适任。你应该透过咨询的部分，甲即寡代志讲较清楚，我感觉较好啦。有影啦吼，所以这个民进党吼即阵吼本地吼是提名出来吼，但是咱看到今日单局无法度上台，所以透过这个书面这个方式，嘛是一种步骤吼。拜五可能就透过这个投票吼。咱嘛看到讲这个书面资料内底，单局是讲什么咧？伊讲吼5万家己做上尾一任的这个监察院长吼。过来咱请这个律师安怎看？伊有这个决心啊，但是咱讲贵州考试院也是监察院，无遮尔简单吼。修宪委员会爱行大胜啦吼。继续请这个理事长。拄啊，这个画面吼，大家毋知注意到一个真趣味的现象，就是讲。你看咧主持这个立法院的议会上咧主持的是副议长，是，唔是议长。大家你有注意到这个现象无？是啊，是副议长，唔是议长咧主持。是毋是咱即卖议长尤锡坤？是。你知影尤锡坤一路走来也无赞成这个考试院甲监察院哦，所以伊今仔徛甲做甲立法院议长，恁有注意到无？是。即刻伊无出来主持啊，是毋是伊的心内会感觉讲，这是我长期的主张，所以我即个代志我无方便，我互副议长来。啊，若是伊即个心态，我感觉尤锡坤电脑大家尊敬哦，伊是一路走来始终如一，连主持国会即个电台这么重
重要的代志，你看伊今仔是副议长出来主持，我拄仔就咧注意这个代志吼。另外就是讲，我咧讲这个政治诚信的问题，就是讲啊，你即马啦，民进党你以前拢主张废考监两院，你即马没有废，这个会不会违反政治承诺？所以莫介讲你引起反对党的反对，我感觉这是啊政治诚信的一个问题吼。过来是我感觉第三点是真严重的代志，就是讲，拄啊黄仁有咧讲吼，讲伊提名这个监察委员是6年啦吼，下一任的总统谁唔知吼？但是我要举出一个足大的问题，就是民主社会是这个权力分立吼，但是咱台湾有一个怪现象，就是讲咱5院的院长拢是一个总统，共一个总统指派。是。即马监察委员29个吼，虽然有即马2个无提吼。嘛是拢共一个总统提，这宪政上是有问题哦。过来，咱即马现任的大法官15个，考试委员全部拢是共一个总统提名。我来讲吼，民主国家无安尼处理的。像在美国吼，那像即款独立单位啊、司法单位啊、监察委员，也是一定是无共的总统分别伊的任期的交错。所以咱顶一届修宪的时阵，就为大法官的任期交错开了。但是，甲马英九的时代变15个总统提名大满贯，即马小英嘛提名大满贯。这个提名，这种提名，会互所有社会怀疑啦。所以我会感觉讲，照着即届啊，国民党出来抗争吼，啊，民进党以前的主张啊不一致的情形吼，我会感觉应该是一个上好的机会，就是讲，咱应该要来朝野坐来讲，就是讲。这个宪政咱已经拄到问题啊！大家民进党你知影的时候，你嘛知，即马国民党换伊知影，伊嘛发觉这个问题啊。所以朝野即马其实是对宪政这个问题其实有共识啊吼。我会感觉讲，这个应该是咱的宪改的一个好时机。是，所以啦，这个宪改好时机，但是讲宪改真正无遐尔简单啦吼，就是讲朝野真正吼，即阵嘛无平静啦吼。啊，国民党也是讲吼，即阵变做在野党啊，伊要安怎想？即阵吼过去这个民进党差不多啦吼，安尼弄安尼冲啦吼。但是安尼敢有法度真正吼落实着讲在野党有尽到伊的这个责任呢？啊，我想这是民主政治吼，这一个现象啦吼，但是我要甲大家报告就是讲哦，民主政治咱台湾是初级的吼，就是讲民主政治是行政、立法、司法拢爱民主吼。从阮即摆咧杀陪审团，就是司法没有民主。OK。搁一个陪审团内底有一个足重要的机制叫做一致决吼。一致决是啥物道理？就讲12个人还是多数吼，有少数一个人啊一票啊2票吼，你嘛要听伊讲，啊甲伊。这就是要好好啊，甲人讨论啦。有一个共识啦。但是咱即马我毋知讲咱的民主是初阶民主，啊，我票赢你1票，我多数，我要安怎就安怎。其实吼，民主政治正讲毋是安尼，民主政治要多数尊重少数。尊重少数毋是讲啊，凊彩互你狗吠火车，不是，你要好好的跟他讨论。是。这个情形，我感觉咱后摆这个民主政治吼，不能用多数暴力，这点吼，我感觉。大家爱想啊，以前国民党安尼对民进党，即摆民进党安尼对国民党，我感觉这方法拢爱改。错误的啦吼，所以这个民进党即阵方指控是这个多数暴力啦吼，啊真正有影啦吼，咱继续请咱的主持人。我想吼，爱以历史上来看这个问题。首先吼，拄啊，迄个律师吼，律师讲这个立法院长无出来开会，其实因会论啦吼，可能较无律师你讲的拄啊好。通常若投票的时阵，院长会出来主持啦。OK。啊，这报告的时阵，院长袂出来主持，这立法院的一寡迄个因院长跟副院长的分工啦吼，这方面就足清楚的。是安怎讲是讲历史问题，其实咱即摆我以迄个监察院这个人事同意权来看吼，其实拄啊律师讲，咱政党轮替已经3遍。但是咱回想2000年的时阵，2000年的时阵，民进党啊变啊调总统，迄个时阵，国会是国民党是多数，民进党是少数，啊，共款有监察委员的人提名哦，提名嘛29个啊，29个敢有过？无过啊，啊无过，迄
迄规个监察院有3年6个月无运作哦。是3年半拢这个空城啦吼。都空城，所以有这个争议嘛，所以当初时立法委员嘛是咱即摆副总统赖清德，伊就提出迄个释宪案。OK。所以有即摆有这个4至632号，这个意义是啥物？就讲律师讲的，我支持，因为咱台湾的民主其实有坎站，所以我讲以历史来看嘛吼。以监察院来讲，伊就是无完成嘛，吼。民进党要废除考试院、监察院这事实，但是当初时伫咱的修宪的历史吼，以李总统伫1991年开始修宪，咱即马有7遍的修宪，李总统10年有6遍，陈水扁总统1遍，所以咱即马要进入第8遍，就是要解决2个层次哦。第一个层次是1991年到2005年这修宪会修无清楚的，这算细条的。上大条是宪法本文。是。这中国这内面有中国因素中国因素，所以你若以这个角度来看，国民党今仔日的抗争，以因开始安尼这2、3礼拜抗争，就是讲因第一个因唔知因要抗争啥物。伊嘴讲好啊，你即摆毋是要废除考试院、监察院啊？其实伊讲安尼就是其实就足单纯的哦，就免去查讲监察院同意权是，因为监察院同意权是大法官已经解说啊，是总统不管你什么人做总统，你都迄个职权爱提名。是。立法委员就是宪法，这个宪法虽然有承认无承认不要紧，但是即马恶法一犯嘛，都有伫遐规定嘛。不管是本文也好，还是宪法征收条文，你爱去执行嘛，吼。伫咧执行中间，就开始会当进入，刚刚律师讲的，开始成立修宪委员会，开始进入修宪的听书。因为咱的修宪伫2005年的修宪是足歹过的，足歹过，吼。本来就足歹过既然有共识，就会当不管是18岁的投票权啊，还是考试院、监察院的废掉，完成3权分立嘛，完成3权分立了后，才有法度去进入一个现代国家的体制，比如讲公民社会的力量，就是拄仔律师讲的，你要安怎反映伫个司法权，要安怎反映伫个行政权，要安怎反映伫个立法权，但是咱即马公民社会无这个力。无这个力是安那？无这个力是因为宪法无互人民力量，所以这个修宪委员会要紧啊哈。第二，843宪法无感情，感觉讲谁那都安尼就好好啊，谁那都爱什么5权就5权啊，孙中山讲的敢会歹哦，但是就是歹嘛，就是歹嘛，足歹嘛，所以爱来改啦哈。迄个你甲过来就是讲，迄个第二府你甲过去中国伫中国毋捌实施的宪法咯。这部宪法是1948年开始就叫蒋介石冻结咯。全台湾上违反宪法的，就是蒋介石爸囝，搁中国国民党。即摆反倒当有机会，你会当去改变你过去的历史错误，结果你毋做，你即摆搁伫咧立法院安尼冰岛2000年迄时阵就讲一个啦。再怎么野蛮也不可以这样，讲你宰野嘛，宰野袂当野蛮呐，宰野袂当野蛮，宰野你更加爱去讲出道理来。但是真可惜，吼，拄敢洪玲讲的，你会当针对讲，比如讲，迄个审查的时间伤短，吼，来每一个委员的即个伊的勘判，因为每一个人拢有历史嘛，你一条一条啊练。你看，因国民党的啥啦，迄个台东县长，现在突然间伊就无爱啊！陈胜贤是无，因为伊惊迄规压出来歹看。第二个政治对抗的时阵，伊感觉伊无爱入去政治对抗，迄就是种压力，迄就是公开审查的压力。所以结论来讲，就是讲国民党讲实咧，真正乱 A 乱唱啦。乱 A 乱唱啦吼，有影啦吼，就是讲这个咱看到吴建廷啦吼，伊迄当阵是拒绝这个副这个院长的这个提名。是安怎拒绝？伊是拒绝，就是因为国民党伊毋知影，国民党毋知要徛倒一个位。无照你讲，这个设计，你若去做副院长，你等于就敢若你会当掌握，因为监察院毋是院长制，伊是合议制。合议制，你
议长、副议长主持的时候，你就会当讲，这个伊到底是咧进行什么？你有法度控制迄个庭事正义啦。是啦吼。啊，伫咧庭事正义，你会当掌握了，你的实质正义就会当处理嘛。另外，你唔只法度进嚟讲好啦，开始那即马要甲这个弹劾权、纠举权、佮审计权原本交入去三权内底的时阵，咱免安那处理嘛。你监察院会当做这个动作，慢慢甲这个权利透过这个互百姓了解讲，是咧监察权爱行等于原本的单位，咱这个国家才会正常。正常的国家，台湾才会变成伫咧世界上会更较民主的国家。有影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其实啦吼，若是讲在野党真正要发出有实质内容的这个物件，咱就一条一条好好来看吼。咱看到，咱头拄也冇看到第一张图啦吼，就是讲国民党发出拒绝这个政治分割吼，爱退回提名啦吼。啊，咱看到这个民众党吼，嘛是废除考试院甲监察院吼，来退回这个提名。啊，时代力量较具体，伊是讲吼，修宪委员会这定数都紧去进行啦吼。咱看到这个国会监督啦吼。就是讲在野党伊真正的力量，安怎来去自家这个吼战术来去展现？当然，阮就讲过啦，真可惜啦，因为咱过去咱公道明的这个角度来看，比如讲咱过去讲到咱立法院应该有这个咱讲到听证甲调查的这个权利。其实国外你若看到因伫人事审查都有听证，而且最严格哦，你袂使讲白贼，我就好啊甲你审。所以讲在野党伊若真是要好啊来做这代志嘛，执政过，伊应该想办法，互咱的这个定数做较好。比如讲，你感觉一礼拜伤短，无咱互你2个月好啊来查。2个月你就会查出你有啥物款的问题。你若感觉讲，阮所有即个在野党的立委拢要来咨询，你就要求伊袂使有正当的比例，你甲互大家即个时间来审。我已经讲过咯，临时会照你讲要开活动哦，立法院咱宪法规定是2到5月底，甲9到12月底啦。意思就是你若真是遮爱开会，遮尔感觉监察院即个人选遮尔啊重要，要互伊家揭露，你嘛会使听好开啊9月啊。你就互每一个人拢有即个有够的这时间来做咨询，你会使应该协商的时阵，甲即个民进党讲，现在时间伤短，我要好好来考问陈局，我要好好来考验这些所有的候选人。那依这个部分来讲，咱才有办法，甲这过程当中来看清楚。所以即马这个方法啊，咱讲起来较可笑，有一点是口号式的这个咨询。我感觉你是歹人，是，你要讲我清楚，我歹你倒位，你就爱甲写出来。那我爱讲哦，民进党伫过去哦，虽然咱即届感觉伊嘛做无介好，但是民进党过去真巧，伊甲所有伊咧这个审查的过程当中，伊要求我讲伊即马无好的这个问题，你拢爱甲我开会议记录，所以后摆就变国家的档案。了后咱看到，虽然你多数你会赢，但是阮对伊的评价，伫未来也变国家的档案。但你陈局你袂使只是开记者会喊口号，我讲伊是政治酬庸，坦白讲，伊目前的制度无改进前，每一个大概拢是政治任命啦吼。所以伫这个部分用政治酬庸，倒一个政党无。所以咱要讲的是不是任，你都爱咱讲较严格的程序啦。所以这可惜，那照安尼吵吵闹闹，到时阵我是照常投票，其实你是无做任何的监督啦。讲起来，这真的是有一点是假反对真护航啦。结果就是安尼啦，所以我感觉在野党真是应该改变伊的这个议事攻防的策略啦。就是讲唔通干那存这个口号尔吼，不过咱嘛回归吼，咱要来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讲吼，今日加急动员的时阵有出现啥物咧吼？咱看到这个尤锡坤吼，伊嘛伫伊面车头顶讲啥？伊讲吼有助理吼，竟然吼嘛伫遐阻挡咱的这个其他这个立法委员吼来进入吼，也是讲共拍啦吼，这款情形，咱嘛看到讲立法院长。伊已经宣誓吼，讲即回就要来好好来查办吼，咱继续过来请教咱的律师啦吼，就是讲真济委员吼，即回本地就是拿力攻防这个部分尔，但是即阵助理嘛落参咧，这法律上有啥物疑虑无？其实呢，咱的国会电动应该是叫做国会自主啦，所以这个国会蓝绿吼，你无共政党，你有攻防，这是正常。但是有一个大原则就是讲，你是委员啊，委员行使职权啊，所以因以前的共识吼，就是助理袂使来，吼。但我感觉这届是有助理去出手，这个我感觉是不太对的吼。这个我感觉我也支持这个议长讲要去查办吼，因为你咧算拢有一个游戏规则啦吼，这个游戏规则大家清清楚楚，你袂使去越这个界限吼。你若要助理我。
啊，立法委员是大家选出来啊，走力是像选的，他怎么可以介入呢？啊，走力个足济对不？那这个会变成一个议事的失控哈。我也感觉讲啊，国会殿堂还是要依照这个咱的这个法律规定啊，甲这个议事规则哈。啊，尤其是这个也惯例哦，咱来去遵守，我感觉这是袂使。有影啦，好好遵守着议事的这个规则啦吼。不过咱嘛看到讲，今日监察院的这个人事案，咱嘛看到冲突。各方的这个看法是啥？咱嘛有整理着一张图表，先带大家做来看吼。咱看到国民党立委吼，陈玉珍，伊当阵吼是坐伫迄这个立法院院长的这个位啦吼，啊头戴这个咱讲安全帽啦吼。伊讲啥咧？伊讲吼为着单局吼，立法院进入上百名的这个警察啦吼，啊咱讲吼亚警棍的这个人数嘛增加。国民党才38席啊吼，啊警方需要派这么大的啊这个人数吗？咱看到讲连各岛的警察拢来啊。这个保安吼也自高雄调起来，啊，全金门警察都无遮尔啊济啦吼。不过咱嘛看到讲监察院长这个提名人啊，陈菊伊就讲吼，家己理念甲清白有100%的这个信心。无论讲吼，无奈这个在野党吼啊，伫遐指控，也是讲我用毋是理性的这个手段吼，组织意见去这个备询台啦吼，啊嘛向朝野立委甲全体国人来说明讲，啊，干来当透过面册啦吼，甲原本吼立法院的报告全文拢向全国人民来报告。那么看讲啊，民进党团吼，这个监事长郑运平啦吼，伊讲吼立法院议事吼冲突是较难免的吼，过了就算了啦吼。不过咧，这个冲突哦无应该有毋是立委的人来加入吼。啊，另外咱嘛看到讲立法院无基本的这个文化啦吼，啊，即阵吼剩这个老人甲比像的拳头母较大的这个鸡头剑啦吼。另外嘛看到民众党团这个总调集人赖香林，伊是讲啥咧？早期哦，这个这个朝野的这个冲突吼啊。真使人震动啦吼！看到执政党伫咧临时会提出着监察委员的这个提名，目前无任何一个朝野会当接受的这个名单，希望这个会当吼国会哦启动这个修宪吼，啊，互监察院自此吼查封，卖阁有亲像这个独立的这个机构吼。咱嘛看到其实真正较具体的建议，就亲像赖香林委员安尼啦吼，真正你就是卖看口号尔，这个修宪这个委员会吼。真正爱继续来去进行，咱继续请。是啊，但是你嘛是画口号啊。啊，因为是画口号，因为伊无事主嘛，因为伊毋是这个特殊过程中间，这个高文特的民众党。OK。啊，但是伊的态度无出来。啊，比如讲，伊应该谴责讲，你无照，你毋是要照宪法吗？你就讲，你就照拄迄个洪林兄讲，你就实质心诈。OK。哈，实质心诈，你无安尼做袂使。然后，过来我记迄个马英九做总统的时阵，会监测。民进党迄个时阵嘛知影啊，人数搁较少，27席尔，吼，迄阵伊提名啥？提名副院长是辛富雄，辛富雄，伊嘛提名29个啊，结果几个无过，11个无过，民进党敢有像咱咧行？无啊，吼，所以毋是因即马迄个林维洲，还是讲江启臣因讲的什么人选安怎，人选。一定有好歹 ，OK， 我承认，啊，你要心渣嘛，实际来心渣，你要心渣嘛，啊，第一个回到这个本质就讲，政党轮替3届，安尼拍来拍去，这中间2个总统 ，OK， 哦，2个总统拢出现同款问题，吼，同款的问题，啊，你迄个国民党过去长期50几年执政，你知影讲迄个物件本来就采用啊。你过去你毋是采用50几年，啊，结果即马你换台湾人做总统，你就袂堪呢，你就开始伫遐举。你看阿扁做总统同款举，马英九做总统的时阵，民进党敢有举？无举嘛。即马蔡英文做总统，你搁继续举，理由拢同款，但是动作愈来愈粗鲁。所以规尾吼，到本质性的问题，本质的问题就是爱修宪，就是甲考试院、监察院废掉。啊，所以这个程序会进行。然后另外伊成立修宪委员会，这才是国民党会当佫继续爬起来。有影吼，实际来审查吼，照程序来继续行，咱继续请律师。咱的节目吼叫做新干讲啦吼，我会感觉讲吼，若要一直用旧的方法吼，就是蓝绿谁执政谁反对的，就不会走出新路啦。步数咱共款无新的这个进步啦吼。要新干讲吼，就是要提出新的方法。新的方法有的你去想，有的是外国的有。我感觉为什么一直会有这个纠葛？你这个制度不够好嘛？洪林的讲，你的审查时间很短，这个没有错啊。所以你提出来的名单，
在野党不满意，这一定会抗争的。但是有没有好的方法？我敢有哈，我提出一个参考就是讲，这外国有什么方法？比如我29个，我一定要全部提满吗？我能不能在提的过程，我可以跟在野党咨商？在野党立马推荐几个，对不？我感觉这也是一个合议制的方式，不是用对抗式的，讲我赢我全包。你一直要用这个概念，我赢我要全包，这个分权政治哈，还有这个监察官其实是独立机关这个概念没有出来嘛。人家觉得说你就是提29个都是立营的，顶多1、2个中性一点，就是要来修理我，也惊嘛。所以你提名的过程有没有可能用咨商的方式？这是一个。过来最存的美国伊个有分权的，你总统行政权你管袂到立法，你也管袂到司法，但是司法联邦也是提案权哦。但是伊的提案权，伊比如讲伊高雄的这个法官是州来任命提案的，伊个是民选的。联邦可能存一成，他在每一州总统也不直接提名啊，伊是和州长有的是给议长去提名。伊是有分权的概念。我想要今仔要甲主持人咧讲快点，我来讲，我们的方法不够矫正了哈，无甲世界这个水准共。你全部都包，你全部都大满贯的权利的时候，在野党一定会惊你的嘛。所以你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对，讲我有没有一些权利，不是一个人大满贯全部提满，或是说我提的过程的时候。我爱跟人外交较充分的沟通，过来来讲，洪林的讲诶，在审查的时候，大家比较充分的审查，大家较袂讲变成说流于党派意志之争。我也感觉方法，咱爱想好的方法。实际上吼，就是咱讲宪政吼，即阵应该爱来做一步吼改革啊吼。咱嘛看到讲，其实吼真正毋是吼，即个完全即种就是规碗拢放弃啦吼，爱尊重即个在野党啦吼。其实咱嘛看到讲立法院临时会啦，民进党、执政党嘛安插着足侪法案，要起来即讨论也好，表决好，但是即个民间的声音嘛是讲在野党的声音，拢总可能嘛无听入去啦吼。咱看到7月初7到这个7月初10号，柯清义这个人事动议案，然后已经通过。7月初10号 ，NCC 人事动议权的这个部分嘛是通过哦，但是咱嘛看到迄当中，国民党吼，这个立委吼，有的人是甲这个转票啦吼，开始伫遐黑白画符啊啦吼，嘛是讲吼爱甲摕转去，但是这敢是真正民主国家应该有的这个表现，咱嘛值得做一个讨论吼。今日咱是讲吼，进行着这个监察院人事的这动议权，不过咧7月17号可能就要来表决来通过无啦吼。7月17开始咧，就是发行正名这个公决案，甲呼召审批加注咱台湾公决案吼。另外后礼拜吼，嘛是即个时阵，咱有看到讲吼，即当礼拜啦吼，可能也未处理完议案，即个案算好的即个时间，可能就咱要等下要讨论即个国民参与着刑事审判法的即个草案，就是咱讲的参审制吼。到底执政党民进党有听到民间团体，也是讲其他在野党的声音吼，针对着参审制、陪审制，即个讨论也好，咱先做伙来看。有报道提抗议的扛棒表达不满，各界团体伫咧立法院头前静坐已经是第4天，抗议立法院临时会议庭8日起国民参与刑事审判法的草案，所甲陪审制排除，反对立法落草，而且主张以陪审、参审做回弃用的版本。你先自己决定人家制度比较差，然后把人家淘汰掉，那你应该进来，事情才知道有没有比较差，或者差在哪里，怎么改才对吧？司法院的国民参审草案版本是由3位资格法官甲6位一般民众组成的国民法官做伙来参加审理。国民法官伫咧审理过程会当甲资格法官进行意见交流，判决结果采多数决，而且需要附判决的理由，不服判决的人卖当上诉。典型的陪审制度是由陪审员单独进行审理，必须甲法官无互动无交流，判决结果需要陪审员全部同意，唔免附判决的理由，嘛袂当搁上诉。针对各界团体提出2个制度刺刑，司法院是认为讲，这唔乃造成国民学习新制负担，冇可能违反平等原则。2个人去共同杀人啊，情节完全一样啊，选举不同的制度来审判，结果不一样，竟然一个判死刑，一个判无期徒刑，这个就违反平等原则。我们采取的是法官跟人民合作的一个合审合判的一个方式，透过对话式的司法呢，让彼此互相影响。
司法院表明，参审甲陪审制度袂当做伙采用，司该团体是反驳，伫咧部分争议案件采用陪审制，才会当避免即个法官干涉，影响国民法官判断的状况，会当有效提升民众对司法的信心。人民参加刑事审判应该爱采用倒一种制度，争论真济档，双方也是无共识。记者综合报道。其实自这个陪审制，也是讲参审制啦吼，即阵嘛有人来批评讲民进党过去你就是一直主张这个陪审制啦吼，尤其伫咧啥哩吼，党纲内底吼20多当前，这党纲内底第28条吼，伊明确来指出着这个陪审制这个制度啦吼，其实吼，迄当阵有伊的这个时空背景，但是咧，即阵济人拢推讲啥啦，你就是要甲推翻吼。过去你所有的这个主张啦吼，咱嘛有做一张图表啦吼，嘛先带大家先做伙来看。咱看到讲官方甲民间的这参审陪审的这个比较啦吼，参审制伫咧官方这方面呢，就是讲吼，这个审判各面参审吼，这个是啥物咧？就是讲自政党也是团体内底有一张名册啦吼，伫遮吼抽样来抽出着这个参审员。另外咧，这个部分伊会当有啥物职权咧？伊讲会当认定有一寡这个事实啦使用法律甲量刑啦另外参与审判这个国民法官的这个分工甲法官会当共同来审理、评议，也是讨论，也是表决啦参与着审判国民做成决定也是多数决定啦嘛需要附理由。对这个事实的认定，会当来上诉啦法庭的这个组成是6名法官甲3名职业法官6名国民法官甲3名职业法官来组成合议庭啦民间版本的就是讲这个人亲像这个美国也是讲世界潮流的这个 jury 的这个制度啦陪审员只要参与着一个案件的这个审理啦参与的这个职权认定事实就好听出着审理的这个过程讨论甲表决。原则上是这个一致决啦原则上袂当上诉。另外陪审方面呢是由9名独立的这个 jury 甲1名这个咱讲的这个职业法官咱继续先来请教这个律师啦其实咱头拄嘛讲到，这个民进党过去有这个党纲头顶的这个赞处伫咧啦但是即阵咱看到民进党的这立委郑运平啦伊是讲过去这主张迄当阵也无参审这种概念，这款讲法你敢听得落去？讲实在，阮是听袂入去啦所以阮第6月29，踮遐静坐今仔第16天是感谢咱这节目，互阮有这个机会来发声阮为什么要踮遐坐16天阮会阁继续坐阮感觉几项代志重要。第一就是讲，阮感觉政治爱有诚信啦拄仔主持人有讲，民进党的党纲28条有，就是规定陪审团陪审伊咧2012年嘛提一个陪审团法草案2015年的时候，民进党有17个立法委员伫阮陪审团协会联署，伊也要这个推动陪审团法草案。到2019年嘛是搁咧主张陪审团顶年为总统甲柯总召，伊嘛支持讲无安尼啦一个妥协就是讲陪审参审并行，因拢同意。是。今年是反正外，你党纲搁伫的呢，一个政党会使违反他的党纲吗？我感觉这是严重的代志，所以阮就感觉讲，阮坐喺遐就是提醒民进党就是讲，其实阮嘛是对伊好啦，就是讲你要有诚信，你不能通过一个法案变成你没有诚信。过来一个是对台湾来是足有意义的，就是讲咱台湾人为了要追求一个较西方较强、较文明的司法、较公正的审判。陪审团，咱已经主张偌久100年。1920年的时阵蒋渭水就主张陪审团。1927年蒋渭水台湾民众党的党纲嘛是主张陪审团。过来真趣味是啥？民国43年1954年的时阵，即马这个周伯雅监察院长因老母柯世贤咧做审议员的时阵。伊嘛是提一个案子叫做陪审团，建请中央，这个审议会有通过过来，郭国基、吴必荣、高玉仁、郭以新、余陈月英，当年拢继续提陪审团，建请中央。所以咱的台湾历史，搁1999年民进党的党纲主张陪审团，搁来阮这几年，阮成立台湾陪审团协会。
所以台湾人对这个公正的司法陪审团是有100年的追求。OK。啊，民进党嘛是安尼主张，今仔日你执政党啊，你个最大党，你有机会通过台湾人对陪审团公正司法100年的追求。你敢袂使安尼忽然间翻倍？我感觉是袂使安尼。第三点是啥？你拄啊主持人啊，足感谢你安尼讲陪审啊参审，我想吼，百姓也足歹听的吼。有影啦吼。百姓应该拢看过电视、看过美国电影、英国电影，知影陪审团生做啥物款。参审哦，其实唔捌听过啦。是。所以阮做过民意调查吼，查7、8成的百姓拢支持陪审团，但是讲参审是啥，他有1、2成听过，大部分拢唔捌听过。是。啊，我会感觉讲吼，陪审团全世界有52个国家咧用。美国用要400年，英国用要1000年，香港嘛用175年啊。所以这个陪审团的制度就是讲，用几百年，大家感觉这好用，啊稳健。这就是一个好的方法，是啊，民进党要用一个歹的假牌。我讲这是假牌、冒牌货、拼装货。即摆民进党要通过的不是陪审团，伊即摆要用倒一个？用日本的，日本才用11年，即摆效果足歹。我即摆有统计资料吼，是，伊10年了后，日本通讯社做一个调查吼，伊讲吼，有33%的百姓感觉法官咧甲干涉。OK。1点仔干涉，有6%讲吼，法官真的有在干涉，39%感觉法官咧甲干涉。这个德国嘛是上看有这个情形，就是讲，若用参审吼，甲百姓甲法官坐做伙吼，你就变花瓶嘛。OK。啊是个法官咧审，啊法官有啥问题？有正钱的法官嘛，有可能有政治斗争嘛，有可能恐龙法官。你搁互法官主要审判搁3个，啊，你6个坐一边，你就变替背书嘛。是。这以后的司法审判搁较严重。啊，陪审是安怎？就是讲主持人咧讲，一个主审法官啊有12个陪审员，还是9个。这9个甲12个吼，法官袂使入啊。是安怎？伊就是要互你公平去讨论。是。啊，大家用你的生活经验的智慧。安尼讨论出来吼是较可靠，因为吼，因讲法官有啥物现象，伊叫做系统性的偏见。OK。吼，法官逐工拢咧审案件，我去访问过几个美国的法官，伊讲吼，阮逐工拢看美国，大家嘛感觉有罪，哦，伊这叫做系统性的偏见，啊，这嘛叫做黑色法袍症候群。所以每一个法官吼，台湾法官嘛有这个现象，就是讲有罪推定。是。所以你遇到这种法官哦，你很难，即使你被冤枉哦，很容易被冤枉。所以为什么在外国哦，这种比较民主国家，伊拢爱用陪审团，伊就是解决这个法官这个职业病的问题嘛。有偏差去啦吼。但是你即摆若用国民法官来是参审，法官甲陪审，迄个性质无共啊。就敢若讲我拄仔甲主持人讲的，陪审员就敢若是清水，这是啉会使，这功能是无共。法官敢若墨水是来写字的。是。你袂使吼清水倒墨水，水嘛袂啉的，写字黑字嘛写袂清楚。OK。所以即摆到最后，这功能拢失去，所以还是要用陪审，互伊两边法官有法官的功能，陪审员有陪审的功能。我感觉咱台湾吼民主行到即摆，咱国民的水准吼嘛真悬，咱的教育程度拢足好的吼，甲世界来比啊，咱敢输175年前的香港，咱敢输400年前的美国。咱绝对无输嘛，现在伊400年前会使用陪审，香港150年会使用陪审，所以咱台湾人会使用陪审，绝对会使。但是即摆是向无信心，总统无信心吗？司法院议长无信心啊？为啥无信？伊对陪审团无了解嘛，伊对台湾人无信心。OK， 我是反对吼。搁一个重要，陪审团哦，甲国安有关系哦。即摆咧讲香港的问题。7月1号，香港毋是通过国安法吗？是。国安法伊排除哦，伊40几条排除陪审，所以习近平哦，伊要用国安法，伊嘛惊陪审。即马民进党这个临时会哦，伊嘛要把陪审拿掉。为什么？我很奇怪呢，为什么这个民进党即马做一个习近平做一种感况？我劝民进党不可以这样，这个变成国家国安问题。你即马通过参审哦，2012年哦，中国就有参审。一年628万件，台湾即马民进党要通过的参审吼，一年
600件是中国的1/1000。你若通过参审哦，你也制度上这边跟中国统一的 ，OK， 而且你的量只有它的1/1000，你可以有嗅戏。但是咱有陪审，咱就跟中国区隔，咱就是用自由民主跟陪审团跟中国区隔。我讲这是国安问题。OK， 这律师嘛提出到另外一个观点嘛吼，就是自国安的这个战术来去讲嘛吼。啊，其实咱嘛看到讲，咱嘛第5张图表要先带大家做来看，咱只要看一点就好啊。陪审制啦吼，啊采取着这个一直这个决策啦吼，落实着无罪这个推定原则啦吼。啊，即阵咱看到这个司法院伊规气甲你讲，啊，我这个毋是参审，我嘛毋是这个陪审吼，我规气合作这个国民法官就好啦吼。啊，国民法官吼，因用这个度吼，就是7粒这个 Dragon 7吼，7粒龙珠啦吼，就是讲吼，你有参审制，嘛有陪审制。这个共同的这个意思也好，但是这个管理的这个部分啦吼，咱看到参审制又甲专业法官吼共到这个合审合判这个部分啦吼，麦当直接也是间接来去询问着当事人啦吼。啊陪审制吼，就是讲过去这国民法官就是随机来抽出来，但是安尼头拄咱律师已经讲过啊，这亲像就是硬斗的一台。这个司法改革的车啦吼，咱这篇调安怎看咧？其实甲咱头先咧第一个议题咧讲这人事审查同款意思，拢是足紧的。你若看这资料吼，我互大家看咱这个议题吼，咱莫讲第9届啦，第10届开始，3月24号，这是行政部门讲开始，就是咱讲了总统讲要来宪改，坦白讲嘛慢一届4年啊啦吼，啊看起来哦，即马咧赶车3月外开始4月有版本出来。到即马3个月连个遮紧的时间，临时会就要来讨论。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哦，咱若简单，我若做一个比喻，咱若过去环保团队做烦恼核四案的部分，简单讲，这就是司法改革的核四案啊，决定咱国家未来人员要安怎行。你若过去感觉咱的这个民生的这个年金改革，你讲这大代志，这甲你未来钱领多领少健保这案，我甲你讲。这个嘛是这个咱咱讲着咱的民生内底共款年改案共款，但是我要请教大家，我今仔日吼，搁印一本出来，这是李焕英这边审查的这部分哦，时代力量的版本我搁也未加入来，总共我还是2页来印哦，这总共100多页。总共有113条，甲立法委的立法委员的人数共款。我要借问大家，这113条呢？照我头先讲，这敢若环保团队关心的核四案，这敢若是一般民众关心的健保改革，还是年改案？到底你有了解偌济？就算你莫讲莫相信陪审团，你感觉伊讲唔知对啊唔对？这总是甲未来大家司法，你拢有可能去用冤案，你拢有可能未来去用陷害。这个制度要决定你未来你的安全。啊，你讲咱即马咱来看这个执政党提的理由啦。第一个部分讲的是讲啊，成本会较悬。啊，大家咧烦恼的是讲我无代志，我明明无有辜去用判刑，你咧甲我讲迄偌济钱？我要求你的是有公平，你应该甲我来好来讨论是倒一个案较公平。咱要爱是这个部分嘛，倒一个这个制度是较公正。你哪会咧甲我讲钱咧？你咱即届这个3倍券，坦白讲，开的钱，小某块乌白蛋的钱，反正就超过这个部分。啊，伊讲过，比如讲，伊讲啊，民众若未来若判这无罪，大家要安怎接受？我甲你讲啦。所有判刑拢是安尼啦，判无罪拢讲法官很英明啦，判有罪拢讲去用迫害，这个惯例这个部分是袂改变。咱是回到咱的这个制度，为什么你这个部分，我要互这个咱讲无共的制度做伙来试看卖啊？这伊会讲制度问题创啊，就是安尼唔知爱试。因为咱照正常的状况，那照咱原本咱总统的概念，应该讲即马司法改革，因为伊是做封闭的，刚好人民来参与司法改革，咱才有办法来破解司法。因为即马行政咱有民众来参与，即马立法院咱有立法有人民来这选举，即马就是司法这块，咱无人民伫内底有角色，所以简单讲，伊的脉络是安尼，有人民参与咱司法审判的过程，不管什么制度，总是爱试。我要甲大家报告，那真是咱即届这制度参审制，照咱的即马执政党讲的遮好着。伊照你讲的直接甲立法，我要甲大家报告，唔是哦，还有4刑6年哦。意思是6年了后，我会使反悔讲，我发现讲原来法官的制度较好，所以我要讲起来，我嘛怀疑讲，你有可能照你即马的做法是颠倒，你是用一个无好的参审制。甲原本的这个咱的这个审判的制度合作伙，结果参审来出代志，民众讲
敢若原来较好。但是你即马若咱头讲着甲原来制度甲单调，咱讲的应该要有人民伫内底，颠倒你应该是要有参审甲陪审做伙来试行，结果咱经一个较好，不是回头你还怀念那个早期旧的司法威权的这样的一个会塑造恐龙法官、政治法官这种贪污法官的部分所以我感觉这是这个制度咱。百思不得其解，又草率又粗暴，无这完整，互大家来做一寡讨论，民众嘛无清楚这制度倒一个对伊是较优劣，所以我感觉这可惜啦。那民进党这件过程当中，你无爱好好甲大家这说吼，互大家了解，我感觉这毋是咱希望的民主啦。过去我最烦恼有啥一寡少年囡仔讲，你看喺中国，因咧开路偌紧的，我听甲因讲吼，民主毋是无贪污，民主嘛毋是讲完美。民主嘛，毋是讲效率，民主要求的就是咱讲爱深化，咧打地基。那这个概念，大家这个想好清楚咱的成本社会爱来做讨论，咱的公民意识来提升，咱来好好讨论，倒一个角度，倒一个制度是较符合咱台湾未来要行的部分。就应该是安尼的方法较对但是哪有遮紧的时间113条？我要甲大家报告这唔那是咱的民众想无即寡代志你看这是7月8号的时阵这个朝野协商的这记录，你看内底有足侪条，其实拢无共的态度。你看，其余保留，全部送院会处理，迄什么意思咧？就是根本伫委员会内底拢用架空，大家伫恁正常常会部分，大家根本就是无一寡咱讲共识，伊就用多数这招委裁决的是既然无共识全部拢送大院去表决，我就协商，拼人头拼人数，安尼毋是咱讲的民主希望的行法民进党你过去你上高的部分应该就是游说以理服人，你即马应该要有信心，你若感觉参审较好，你得要有足够的时间来游说民众来了解，毋是透过你人数程序的优势硬要来做，我感觉安尼是较无适当。有影咱看到知影即阵是停这个陪审，但是这个民进党即伊要来参审制啦咱嘛讲过去4党内底，这个蔡英文总统这个民调上低部分，就是司法改革这块啦若是即阵若是佮做无好，参审制硬要通过，可能嘛是伊可能第2任可能要留历史遮，可能嘛是大家佮拍一个 question mark 啦继续咱蔡在林兄啦就是讲民进党后礼拜佫会强要过吗？我唔知啦，我先退一万步啦，我退一万步用迄个8时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都敢若都甲律师讲就讲其实一般8时对参审、陪审，讲实咧搞不清楚，这是事实，这是基本事实，所以退一万步就是讲动机上要去改革司法改革拢无问题，但是回到转来先想一个基本问题，讲司法正义参民意济少无关系啦。司法正义是你有偌济证据去造成偌济结果，这是基本的观念嘛。所以你这基本的观念，其实我爱反倒转来，都洪林兄有去讲着讲，这其实因为一个国家社会不管是伊的体制，还是讲伊这个民主的生活、政治生活的能力，其实一直咧演变嘛。台湾是一个足特殊的，所以伫咧司法观点有3个赞助，我互大家一个思考啦。第一个，以5权到3权，过去的5权到3权，咱拄啊前一日有讲到这包含个每一个到底这个司法权、行政权、立法权，伊中间的这个平衡的关系是安怎？第二，咱台湾是以威权到民主OK， 这威权到民主，其实咱即马阁拢无拄好。过去民进党在野的时阵，李登辉总统咧改革，民进党嘛去话讲是穿西装改西装，但是讲实在，迄个时阵，李总统咧改革10年改革民主，伊无发生一滴流血，就是穿西装改西装。所以莫去谴责讲，去讲啥人较牛，啥人较牛，其实应该去回到讲，拄啊咱两个先前讲的，讲回到讲，什么是对台湾的民主会当去向前行，会当去加深的方法去思考啦。这个地方。第三，因为其实共款一个国家，你也想讲一个国家敢若一个野兽自然状态啦。自然状态的时阵有强的有弱的嘛。现在有政府，就是讲有一个裁判上悬的会当去做裁判。这裁判有分2项，一个是武力，就是警察嘛。一个就是法院去做裁判。既然要做裁判，
既然要做裁判，就是讲伊爱互所有人会当接受。简单讲就是讲，这有分两种社会啦。政治上一种叫做国家社会，一种叫做公民社会。咱即马台湾就是夹伫个国家社会佮公民社会中间，所以咱咧讨论的时候，有当时对无毋对？对民进党即马执政佮第二，佮再次佮执政的时阵，伊确实爱去承担足济足济过去伫第一任政党轮替迄阵无思考的问题。第二，拄啊主持人有讲这是迄个蔡英文第一任迄个政见内面讲司法改革，讲莫急啦，因为李总统12年的总统，伊最后伊嘛认为讲伊无完成就是司法改革，因为司法包括咱即摆法官系统，差不多应该2/3是威权时代留落来。既然是威权时代留落来，你阁互伊有相当的权利，阁互即个公民的力量无进入即个国家社会内底，因为司法权就是国家社会，你公民社会无入来，即个社会即个体制就无法度足健康的啦。拄啊，律师讲得最好的，港版的国安法，这是咱的思考。所以台湾要正做一个新时代有法律的国家，就是咱爱国家民主。国家民主，和公民社会的力量去参国家社会做一个对抗，对抗不是歹的哦，是安尼，咱这公民，咱